各位有报信，今日起我哋讲一个杂志应验的经，差不多7、8个礼拜才会了。on my road 经。Alright. 这个杂志应验的经。实在是对佛经真正大的对象的经，人众生无论讲是人、禽兽、鬼，还是讲红光神明，拢总大致这十二应验的欢来甲欢去，看无路通跳出来。所以这个对咱的要训练这佛理是真正大的对象。2500几年前的感声，这个太子是达到太子来出世，出世了后夜爸叫这强人来看命，看这个囝白日好咧答，但你唔使看命，本咱要明白啊！伊来出世的时啊，似乎真正这个样物件出现了看。伊本是知讲这个囝白日是好，所以叫这强人来啥看这命，这强人就来，真正坐讲啊要这个王位，这个囡仔是特别是宝来，白日那是来，伊那是做王，伊是做这个全法论心王，叫 universal monarch。特别我人看这个囡仔白日会出家做和尚。那是一出家做和尚，伊是要来成三马三菩萨。了，伊这个苏罗达那王伊阿爸就想讲，哇，我囝若是做全世界做王哦，这个较好啊，来做和尚，了来做咧较唔好啦，做佛安尼一般无虾米明白虾米是佛，伊讲较唔好，所以用这个快乐的路来成骗伊囝。伊囝大伫城内去3间的这个大这王宫，可以去正大。一间就是讲热天的时去大迄边，冷天的时大伫过一间。了，若是讲落雨天，佫就去别间。逐间这个3间佫花花特别的花花，特别的花丛，内面。所请的人住伫王宫的内面，假了是缘投，水，青年，拢总少年，所以这个物件逐项食本真正特别。参拜买来可以教因一个某，16岁教因一个某，本特别好，特别水，拢总。若是做女甲我，若是有安尼款啊，最想爱来出家哦，逐项有钱银，有虾米有，买虾米发讲一声，我买这个呀。随十人啊，拿这个物件好路出在路径，穿的物件个了，拢讲本特别了，特别安尼好的物件的声音，无可以看到病痛，无可以看到老人，无可以看到有人死，看到拢总所对六根是真正快乐的物件，安尼因为伊自己去出这声外去看到。老人、破病人死，伊把路才知，原来出事是来打 call， 伊看到这个来出事的 call， 人生老病死未走的，这个就是讲伊看到真 reality of existence。实在人来出世是要来打 call， 真正一人讲，咱来出世是要来大痛。咱逐日去伫大路本，咱就会看到老人，咱要看到破病人，你人要去路近处看到破病人，你人要去老人间看到这老人安怎样，你要看到人死，逐个出山，人啼哭。这个物件，咱逐日看，安怎咱的心袂讲啊，感觉着虾米？咱看了正，安怎这个人看到这个物件，伊会
ចាំ无ចាំ看，哎呀是苦的物件。问一白佬，我本会安尼无？一白佬讲，你本会，我无本会安尼。哎呀，我安尼惨，我就所以看到伊拍算要来走，咱逐日看到，一日看到真正坐到，年头看到年尾，过看，阮心袂震动，袂安怎？正了，麻了。这就是讲，咱无摕起来想，咱若是晓摕起来想，咱会看。我爱了人，若是会有闲的点声，招几个朋友去看老人经，也是去这个录医生馆检测经落去看。有的人你看生检测的喙，伊喙看无着喙，看到一个大大的暗坑安尼啊！安尼食物件伫用手拎伫落，安尼伫倒落去。人看真正济，迄检测物件啊未到就臭味。这个物件是真正好物件，咱若是有闲的点声，礼拜日无做啥物，较赢过去看戏。去看戏，咱是讲互这个世间的物件买去，这魔买去。但是你若是去看这真实的物件，是真正好。安尼咱无看，咱戆大，戆老，戆死，戆去到落唔知半项。上甲咱一人会加压，你教我教你痛，你弄着我痛你，唔知讲加慢啊久，要去啲人嘅咧按摩馆要人要搓摩了，你要倒咧你要顾了。佢知影咱是上甲拢总上甲一个加压到啲人安尼。点声到就要离开世间了，就要哭就要来了，个叫哥，我的主妇来，这个是我的主妇，我的饭，你来捅，啥物事你来食，捅互你，这小拍，这小加，上个多呢，会好食，有类吐司吹好的食，早起食较暗，入出厝开生肚，慢慢个落只。吐司点要食，吐司要看戏，吐司要白酒，吐司要朗诵，要快乐，就乐见的快乐。这个就是讲啊，咱注意个摩哈牛翅，你看咧12个英文头一个，就是叫做阿维加，咱唐人话讲牛翅，无明白，无明火，咱想安尼样，牛翅真正济。这个牛翅是真正惨的牛翅，开头我才贴来讲，算起来有的真正济人讲，命短短呀，会痛先痛，听老了未痛。这个就是讲牛翅在啲做伊安尼，啲大痛。算起来，咱大啲世间，上第一大菜去，大到80岁、90岁。真正久，大人讲80-90年够呀，特别拼甲三沙啦、苦海，是真正1秒钟都无。咱来批评看，今日若是讲苏万佬食到80岁，拼甲一个红光大地咧，第2眼天光大的地顶，天顶无够一日一暝，19点钟连12分钟呀。教我顶沙下问，我顺气好，我要讲经的时候，我顺气互人听看。若是讲啊，拼甲一个红光大地都市大下问，当这个咱的这是达到太祖的马去出世的所在，是1点钟连2个字呢，80岁，所以80年，这1点钟较紧呢。若是讲会吞论这1点钟连2个字，但无讲人领命咱啊，推烂咱切个角，唔使去起生地，看虾米物件人伫声咯，唔使去探。1点钟较紧呢，我土会过这1点钟，我要出世，大啲险兵就这水清迷连年，咱若是去出世天光的所在，36清迷连年36 million 36 million 年，所以想看会吞论，
贪嗔痴这三毒，你人故事捌听我讲，这三毒伊害死咱，今日世界乱，你看大陆烧家路烧拍烧台，拢总对伫大陆贪嗔痴，命拍枪对大陆原因是啥物事？贪嗔痴，红宝家路啥物事？贪嗔痴，做生意人伫大礼命，啥物事？贪嗔痴，所以你看拢总是对这贪嗔痴。今日你看这个12个人，你看会假迄个，我要这贪嗔痴。啥物事？这个是达头太子脱离的家庭，安尼爽达当照教，唔是甲伊戆，袂晓做理，袂晓去讲强，伊真正教的人。伊唔是讲真正教呢，伊真正吉善。伊讲达人注意甲这个主妇。这六根的享受 ，sense object 咁咁对，未晓看，吹这个路来唔使来生老病死，爱脱离这欲道轮回。你看到拢种人罪无看无爱想爱走，所以看6年，伊去伫这个乡边去伊出家为入班，伫拼修的苦行。过了6年后，伊成就觉悟，伊谈 fully enlightened， 达项伊知个了。伊头时间看到的时，伊才知哦，拢总是带伫这12个因缘伫欢来甲欢去，无一个人看有路通要跳出去。因为佛教的点声，伊也未成觉悟的时，是叫做无萨萨那的点声。无萨萨那的点声，就是讲啊，自负伫黑暗，要跳出这欲道轮回。是不达的萨萨那才会使人会通跳出，无不达的萨萨那有时有人会跳出，特别迄个人跳出的，就是叫做必折佛。必折佛伊本是要对这个路，要看到这个12个因缘，看了后，伊人马路才通跳出苦海。特别必折佛，评价咱的三马三不达无相。必折佛伊人成道了后，伊人家己脱离这个欲道轮回，伊人入立团。伊艰苦救人，因为这个算起来，这欲道轮回，这个要跳出的，是这12个因缘，12个因缘是真正艰苦来贴白讲。美人本是啥讲啊？加喙起筋来贴，明明好多人看，看了有人也是有福气来对，看是真正要紧的时间来对。达人带伫这个12个因缘的欢来甲欢去，相甲咱。坐伫一个火车，直直说圆苦，未晓落车。上甲咱这边唔使讲，卖批评别位，咱批评啊。像讲我这边人，我摩托车未行，点行的。这边去顺安尼蹦，了Bayang Baru， 第三个Bayang Lepas， Teluk Kembar， Bunting， Balai Pulau， Pantai Aceh， Sungai Pinang， Teluk Bahang， Batu Ringgi。Tanjung Nga， Tanjung Tekong， 各方都都来，各直直行，各直直说，去在上个这世界安尼久，你在多久啊？sampai生老病死，会记不清。还句话讲，咱占掉伫这个欲道轮回，生老病死，逐个咱来出世，担着淡薄苦，有时囝做咱，激心咱好，有当时咱真正爱的人。脱离世间，像讲咱的老母，咱好，也是讲咱的查甫人啊、查某人，失落，咱好。这个好呢，扣起这个目油，不到讲，较济过全世界的水，唔通去批评别位。你看这个孙安边人这个工匠呢，细呢，哎呀，我目油较济过这个工匠，咱本会惊了，特别不到无讲这个。孙安边人的工匠讲，全世界的水，过一道佛讲，你知无？咱来生老病死，有当时咱互人掠去针头，这个血冒出来伫咱的阿毛根，本是较济过这个全世界的水，所以你看这个物件，你知哎呀无够滚，所以若是最会晓听这个物件，他们对象做好。目的做好是虾米？要来跳出这个苦海，唔通来占掉啊！我留着。
所以这个12假使或者讲啊，对真正大，对咱要脱离这个六道轮回，是真正大的对象。伊这边切白讲啊，一行看一行，一行看一行，你看我看你，你看我看你，这个嘛，三拜尾来啊，人看无路，怕死格，外面怕死格，那边怕死格。像这个人讲问布达讲 ，entangle within, entangle without. How to disentangle this entanglement? 半暝这个人讲จำบ่จำ来问好，怕死格，那边怕死格，外边安怎要เข้า这个怕死格 ？And then 布达จะอินไปเข้า这个怕死格是3行，กายเต็งอุย这个ลูกควาที่จะเป็นบัดยึดได้ว่าเทียบไปกล้องกันแล้ว所以他那那么ใจ安怎样要脱离这个ไม่来有这个生老病死头一项咱就要要紧要知看这个我是虾米物件来无人明白อันนี้无人管但人讲天天是我这个香菇是我这个感觉是我但是这个拢种唔对虾米事唔对咱的牛齿做咱看起压紧你讲啊苏万诺你讲我的香菇唔是我你看现在我的香菇我咧叫我手压起压落白扣扣咁了伊做是我的 control 我的控制伊按照你讲唔是我但是你人坐先聽其實我這個12個我的目的是要有哪家坐先安怎觀安怎看安怎觀安怎看你看到尾來你看攏總是名色名是啥物 mind 色是啥物香菇講起來就是這個心甲這個物質 mind and matter and then 你人會曉觀你人會曉看對我人去教咯你看到这个心，万一个抱起这个心，扑无了，然后这个物质本是上这香菇，抱起这个无了，生老生死，你看到这个物件，到你看到这个物件，你是看到无常，你观好好看，伊万一个伊搬到伊个路，万一个伊做，直来直办，直要，万一个直错。万一故意做路穿，萬一故意做路無穿，萬一故意做路講愛困，唔是你的事格，伊的事格，佢明你慢慢你看無我，這個就是看無常無我，然後你看有當時安怎安尼穿，我都無做慣，安怎啲，像開啲穿接袂到，你看這個就是苦，所以你淡淡安尼啲觀，你看無常苦無我。無夠嘅，你直看，行無上苦無我，感覺起來無上苦無我，香菇你看無上苦無我，他等你看到想來，思想來，我都無想，安怎要點要來？唔是你的事格，伊家己的事格，伊家己要來，唔是你的事格，就是講，真正就講我想到這個物件，唔是你想到，伊家己抱起來，這個就是看到無我。這無上苦無我，無上苦無我，一日你巴拉米，你波羅蜜900，噗，你明白蝦米是立團，咁你談到安尼一道呢，一個羅漢了，無上人了，也是到下你講我聽，佢無影嘅，那是你無講我要也到睇你，這個人伊甘願互你也到睇，因為這個。心佛活證未有了，不得講。所以今日你看這個後班，這個班的位啊，頭一個我係阿維家牛齒，有人唔能誤會，想講逐項初的這個原因就是牛齒，牛齒無明白，唔是講這頭這個原因 ，it is not the first cause。อันนี้จะเลี้ยงข้อที่หัวไหลหัวขี้น่าสิสาก็ว่าตามาเลยจับจีปกันแก้ว่าตามาเลี้ยมเองรู้หัวก็คุยป้าเชงมีเลนเต้าแล้วสัมไปมือขี้ตาลุจิว่า starting point ตาลุว่า
初初我 start 的时，这道路一打去，看袂到了。安尼咱来出事太久了，初初苏万路对这道路来，找袂到了。初初路人对这道路来，不但讲唔通去找这个物件。再讲现时我来出事，出事了，我所做的物件有这个因果了，有这个因果就因果了，有因果了就要出事，这个咱就要知，安怎要脱离这来出事？安怎要来脱离这个生老百姓？唔通来出事，唔通来出事，就是讲安怎样？谈到涅槃啊，谈到涅槃啊，无来出事，无来出事就无老、无病、无死。所以咱明白头一项要明白一项，这个牛痴也是无明慧，唔是头一个原因。袂使讲啊，初初我的心真正清气。要未来我的心直直垃圾，故事要明明几百千million年的时，我是一个众生，我的心清气，真正完全真正清气。未来头粉直直生，直直生，了直直看一个心。我捌听会上念讲安尼款的经，那是安尼样写字无安尼对，安尼不大讲。到那心清气，那面就是讲表，慢慢也过去调三把。不但讲，人那是心清气，就是上到了乌血，喷到垃圾水，噗一家老咯，像一叫 lotus leaf， 那莲花的血，lúc ra水淋入噗一家老咯，垃圾水本未掉，所以唔通讲初初我心清气，未来变垃圾。较早的时，那是还未去头一个唔知到了一个众生去喷到我心垃圾，了未来下面垃圾有了直直大，摊到我规个心。和这个无耻垃圾砍去，这个安尼袂使讲。There was a time when 我的心是狗日完全，未来变垃圾。那是狗日完全，就是未变垃圾，就是爱这个安尼哦，要明白这个物件。你看，今日科学不能证明讲啊，唔通去吹，哈密事初初对这道路这个物件来。你看科学伊讲啊。要找讲头一个原因是怎样讲？先时看这个原主伫这边，安怎要开这个原主？伊人无讲，这个原主是对这道路发起来，了或者原主对道路发，你找到了，找袂到这个物件。科学本讲，唔使讲这个安尼12项，道路一项头先，我好多人一项人去猜看，这个鸡出来头先还是卵出来头先，你人想看，想好看。我知有人讲鸡头先，但是鸡来，这只鸡到路来就来，伊无卵到路鸡啊。然后台人我安尼我唔着讲卵，卵出来，这只卵到路来啊，无鸡到路有卵啊。所以真多项都人们猜袂出，唔通讲一个12项。所以咱这边看，不但讲的话 ，inconceivable is the beginning and inconceivable will be the end。初初找袂到了。结尾本找袂着，那是讲路人有这个两项，那是最这边这个两项直直无，伊结尾看会着。这个两项是啥物啊？牛痴甲爱，牛痴甲爱，牛痴是做大个杀咧爱，你去老完啦，你去老完。所以这两项就不得讲，那是这两项有滴滴在咱的心，咱啲个个甜这三沙啦。生老病死未走。这个12年啊，唔是讲一个硬功发起来做起来的，唔是。正式是虾米物件呢？正式是 nature's law 自然的律法。有佛无佛，这个律法都有。这个律法啊，像个安尼，你看啥？昨我对个头头伊的厝讲，你拿一个木啦钉伫壁，出力钉，伊拍出对出力，轻轻钉，伊拍到对轻轻。这个木啦钉起伫壁，是你本心，你家己的力钉起。最做咧木啦倒对来，唔是你做咧木啦倒对来。最唔是你做，但都是 God 做。God 无大啲壁天台，你拍我掂你倒对。God 无食饱呢用。这个拢总是对啲道路 nature's law， 你掂出来，伊拍倒对出来，你掂轻轻，放倒对轻轻，
这个就是原因是路做出来的行动，拍到对是果，因甲果拍去的是因，拍到对来是果。就来看安尼样物件，你若是明白安尼，你的心正见有了，正见 right belief。了这个不达伊是借先6年考后6年修这考行，每来头每日伊要升到，伊本是关这个10页应验，关到每来看到伊，啥讲伊结果是虾米来？佛教时就看到这10页应验啊，噗，伊谈到伊三马三不达佛，伊谈 enlighten 伊觉悟，所以这10页应验是真正对重。如若是这个后班你看1、2、3、4、5，你这算啊，你若安尼走行，你看到拢总是靠伫这边，安尼虾米事靠？你看好，人袂晓吹无路，要安怎跳出？但把这台话一格一格贴白讲的时，路人把讲哦，原来这个高地大路，真正明王听看买来，哦，原来这高地大路啊，这个对这个感觉甲这个爱的所在，解解我画一条分，这险明王就要过了。了这个啊，10页这个10页烟不但伊到底不得树骹看到，就看到了后，伊是吹到个。去在故事的不但本是看到这个物件，伊讲教人了人真正是水未晓水拢总甲了成罗汉跳出苦海，了过了后，伊沙山啊失败，这山啊失败，佛经拢总无了，这佛经拢总无诸佛黑暗，所以叫做无沙山啊，点声无一个人通跳出，有无是别这个不但通跳出呢？了，咱的国大妈不但。每来去修考行，过去找到上这个八达，这个八地加三门八达10页眼，伊找到，他那一直讲经好了，一直讲经好这回销，他那这回销本就假这隆重的事，隆重对这道原因是我他妈不得找到，要叫我人假人，看咩可能跳出苦海，但是过了这无偌久，诸佛要失败。这失败了后，佢就点声人万爱袂记，现时路人就看到了，他那人讲坎坷啦，佢就要保施，佢就要受戒，佢就要节省，免啦，这个他那无论你真正节，他那 guarantee 去天顶嘅，特别这个物件拢总是写见直入了，佛经人卖足金。那是讲啊，这化学金直来直借，足金本无人爱买，因为虾米事？足金啊，正的金真正贵，个人爱拍抢，穿这个假的金，大人看，哦，就是攞金当当，规身躯金当当，细字啊，太平人拍抢，叫你吞落去你等你，唔通四山千本啊，但係我说完我叫人穿假的较好啊，唔通穿这物件，所以你看。后底伊讲经，头一回讲经，5个米酒听，5个米酒听，一个米酒啊，大南险边一个米酒，听几句不了讲啊，呐，噗一弹一个落汗，我真正来咯，嗰一个查某，伊无听经，听翁公讲话呢，噗一弹一个落汗，这个就是佛教，这个两个人正是有做好，因果对这道落来，咱要知，你看这头一个啊，伊这大波伊。谈着因果，谈着说到班的时，听不到讲，随谈，全这个通天下诶，无半人，我他妈不到就成就觉悟，头一个伊先谈，伊讲得对这道落来，伊故事达过啲保施嘅点声，伊知伊长，头一粒果子伊无爱食，伊要保施互人，有不到伊好，无不到伊较济是好叫点声无不到。伊何别人保施头先，伊对重这个保施，就做政策是点样？切割了，看咩保施头先，保施了再来家己食，食了村里再来卖。所以这边人看，有人保施啊，有的人看正来路伊长啊，你看伊若是暗门口有啥无单，一般啊，也去
也是到了暗啊，这上暗保持回上头先，保持了第二道咱谈食。有人，我捌看一个人，正过初一，头断伊无食，对，也是咱去暗，我捌看过讲一个新啊历史，喏，夜晚早起就保持头一顿。这个就是这个人啊，要对伊款上安尼，头一个伊逐过爱保持，别人若是不这到了这什么三不到来，我那就伊的福气本是上来要头一个要来成功的，所以这个五个比丘来听经，了不大比教，这阿三日也未谈，特别伊伫对了，伊伫行两三日伊伫对。所以你行，你步，你变到把你步干的点上，伊真正庄严，目睭看来看去，所以问法师啊，就追落先生，我看你真正庄严。了伊这个阿塞子，五个比丘的再来，伊是一个再来，伊答复伊，耶达玛嘿တု巴巴瓦。Desang hitung tathagato aha Desang cayo nirodo ewang vadi mahasammano Quay xin xe cả Long trong Hoặc khi lại long trong so uwe mít nhang si tuy in cô And chile in cô Quay xin xe thiạp đệ con Long trong mít nhang Bố khí liệu Ở biết Pun si tui ingko. Everything arises because of karma. That karma, my master has explained. Everything ceases through karma also. And that cessation karma, my teacher also has explained. Pop, itan iko lohan. Ane kwai. 他们虽然你快，啊！叫我听经坐禅水过去水年，我无谈半项。伊人会功德八杂，特别今日老人会晓直直做，是真正好。后过老人听啊，所以老人伊谈就讲完了后，一礼拜伊大伫这菩提树骹欢喜，谈了，讲完fully enlightened。一礼拜伊无食水无食饭，即讲啊快乐讲伊跳出三沙拉了，无来生老病死了。了第二礼拜头一暝暗暝达暝一关，头一更一关，这个八吉加三木不达照行，一两三四五，对伫大路。一看，哦，这个伫行10几个 round， 一个 round， 一看，第二间一关，来碰到对看了过关，一看到，哦，就碰到对是别活对这个生老病死，然后第三间，万一故意行照行，万一故多对照行多对，安尼一关，所以关一看到，哦，原来拢总是有原因结果。安尼有这个物件浮起了，这个才发生。安尼这个发生，忽然拖来发生。上个安尼我批评个人听，安尼落雨涂骹骨，安尼涂骹骨，是阮那老人骹无斗打着咧碰拔倒，是阮那拔倒对地倒落来，倒头顶对涂骹骨，涂骹骨是啥物事？对落雨，天讲落雨哈，所以安尼看。哦，一项看一项，安尼看到12项，一个看落来，伊袂跳的，伊袂使讲像讲你这边要去，了你跳，像讲我摊那要过，我要这边要去，从安尼往要设一个人，你特别过从安尼往了，特别过过第2项，你要叫万巴路。你袂使讲从来你往了跳去万了巴袂，你特别过万达巴路，你看一项看一项，看明明，然伊才讲，比古你知无？哎呀，来出事是考，安怎考？伊讲，安尼牛痴，安尼无明白，咱所做的物件有因果力，这个因果力拖咱去出事。出世的精神有了，这出世的精神有了，
香菇甲心有了，咱一个心甲一个香菇出现了。因为香菇甲一个心出现，香菇来有目睭，有鱼啊，有鼻孔，有籽，有香菇，有这个手会摸到，会感觉到，这个叫做绿筋。绿筋有了，绿筋要吹物件，目睭你想要看目睭，你大点点，目睭点点看啊，爱看了咯，爱吹物件咯，这目睭啊。你唔信你看，像佛陀有有几啊只目睭，点点要吹好嘅物件要看，鼻孔点点要美好嘅物件，让使看。我也一个薄白嘅目睭，一礼拜未使看物件，坎坷坎坷，虾米是坎坷？我嘅目睭关系要看物件，就这绿筋就是爱 contact， 爱触，爱吹物件，爱触。有 contact， 目睭 contact 咗物件，感觉起了，讲起来是要吹。快乐的物件，目睭爱看水水的物件。那是少年的是爱看少年查某，你叫讲老查某看啦，咁就要看少年的查某，看老的无爽咧，伊要吹好好的咧，伊讲好好的才要看咧，所以要看水水的物件。就看了不要紧，看了伊感觉起啊，哎是爽就过啦，感觉起了，感觉起了爱咯，喂。係咪對伊看？伊去大大陸，我對伊看。我知對了不要緊，這就是對啲大陸對愛了，愛了不要緊，愛了愛初心了，初心乜樣？我知大這邊了，搭 Apple 來啲這邊摩托車個，搞我這邊出，睇看，然後找我看到出來你乜淡薄，這個行動出了，行動出是 energy 來力來，有 becoming 有了。愛成物件了，如安尼點點啲個個點解你查某成物件了？你查某本無見到約會本有啊，伊本你目都對好事了，參你革命了，你就變啥物？你唔是查甫囡仔了，你要教人了，要做爸爸了，爸爸了要變啥物？要變老人了，老人要變啥物？要落寞了，落寞要變啥物？要變死了，死了要變啥物？唔知做餓鬼還是做地基，我唔知，所以。continuous becoming， 當中對啲得落嚟，當中是對隻武器嚟，真正慘。and then 因為這英國人有了，你就嚟出事了。但嚟出事，你要按照脫離這個生老病死，未了。所以不得看，無咯，真正無咯。又不得就講，安怎要切斷，安怎要割斷，不得講。這個頭一項武器唔通可以起，真正用武器唔通可以起。聽講真正用武器那是無，英國力無，人那是無武器，伊講抓物件、抓賊拍物件本來伊無拍，伊無咋，伊那是講伊換摩托車，伊若掠咗物件是周工去弄咗物件，無英國，因為伊無武器，伊那是講今日。伊點無點伊去拍咯，伊無武器，伊無武器，伊無英國力，因為伊心清氣，所以無武器都無英國力，無英國力都無嚟出世嘅精神，無出世嘅精神，無這個香菇甲這個心，無這個香菇呢甲心，都無這個目睭鼻孔喙耳這綠筋，無綠筋。無觸到，無觸到，無感覺，無感覺，無愛，無愛就是講無初心，無初心就是無因果力，無因果力，無來出事了，無來出事了，業團了。所以你看這個12樣胖到頂，是，所以講起來10句做1句講，是啊，對啲道路咱要講，愛來砍滅消滅這個武器。消滅這武器，就是講武器那是無地位入，這個想講，伊無講伊這個 one way traffic 呢，武器有地位未入，地位若入，武器走，所以這個咱的目的達人要來消滅這個武器，特別咱來拆白講，啥物叫做武器啊？這個怣怣，這個黑暗。這個戇呆，這個注意，達人有誒，唔通講咱在家人1個羅漢、2個羅漢、3個羅漢誒
是讲叫做真正叫做一个二个三个罗汉的人的回想，本是个有牛气个，是讲伊人的牛气较少了。了今日你看人伫作恶，是牛气真正济。人做好，会晓布施，会晓修戒，会晓节善，个是有牛气。你人伫这修这个八正道，了我今日出家做和尚，牛气个有，特别较少。所以你看牛气真正来路的物件。你会记故事，我一条讲一条经，三毒贪嗔痴，虾米事贪起来？因为牛气，牛气若是无贪，虾米事生得起？牛气，若是牛气无，生得无。因为会记我讲，牛气是大哥杀入出，大哥若无，阿你走咯，唔敢，阿你唔敢做乱人，走。所以今日咱的目的是要消灭这个牛气，才来跳出苦海。是无若是甲安尼哦，咱来想看，今日你看人会晓布施、修戒、节善，虾米事要做安尼物件？因为伊要来训练，未来要看到地位，这地位是叫做节善的地位，节善的地位普及，把你牛气才会走。所以你看，实在人布施、修戒、节善。是真正伫做虾米？真正是要切断这个牛气。特别你想看，今日你人来修戒，淡仔你看这个理论嘛，人做布施、劳作假若是做好，特别是安怎你讲，安怎我做好了，我讲有牛气，有牛气，因为虾米事这个牛气我讲听，你想好看，今日我会担啊，我请苏安咯。我请佛坛财，我请这个我如意，我会让那人济是牛气，那是无牛气，无看到我如意，拢总无了。所以身体看可叹，今日我要消灭这个牛气，我本正心有牛气，我要来去拍倒，要去掠牛气，要来抬牛气死，真正看可，这个想到。我要去掠贼，叫一个贼来做教官我去，我要去拍贼，要去掠贼。假如会掠，你请贼掠贼，马上掠着，掠袂着。所以要跳出苦海，会坎坷是对伫这边，咱大家人有牛气，搁要来有牛气的心，要来去捞完这个牛气，是真正坎坷做。但是武大讲啊，无人。大浪路未看掠到这个贼，按最大浪人，三马三不达，佛，但是呢，要看这个觉悟，就要正啥有，把你再看，所以咱看那是，实在大人啊，请贼掠贼，所以我看有的人节善做布施做好，未来就看有一个少年家，女真正搞布施，真正搞修戒。经过真正搞会讲经的虾米，未来看到一个查某真正水，了，伊甲这查某讲我爱教因咯，查某讲会啦，你教因我，特别你就入 Christian， 我是 Catholic 来，这个是对的路啊，伊去拍牛气，互牛气拖去了，拍倒了，所以这个嘛，车擦了擦无在无实在，今日人要实在，正要对。实在对紧一个先生直直教，啥比人安尼本是对直直对。他咱来查看，这个牛气原因对这道路发起来，咱要知。若是讲要掠贼，咱要知这个贼是绝对，跟人家贼是当人贼，还是讲少年家，还是讲无定就唔通去算，是鬼的贼，还是无定就是鬼的来看可掠，咱要知。所以这个。牛气原因对这道路来，对这个五的阻碍，班加尼瓦拉纳斯不大看，班加尼瓦拉纳斯你看，你人唔信你看，今日你人来做好修戒，只在阿咪来拍到牛气，特别乱看，一般时这个五行作乱你人，五行什么？头一项略紧的享受，哎呀！我呢渐渐不到腰的人，自己要食死，对人修戒话，你12点、11点咱袂使，11点半咱袂使食，
袂使啦，我若是检测一对我坎坷，这个就是 sense object 是这个物件，嘴爱食的物件袂受戒，这就是讲啊，这个渐渐斗骹手牛齿，所以吹斗骹手，有诶鱼仔讲，受戒了袂听 music， 我直接无 music 袂使，鱼仔诶，有诶爱看。我无看袂使，我无去 supermarket 行，我袂使，我要看 supermarket， 我无买，不如看看。安尼 supermarket 查某真正济，物件真正济，我爱看。安尼我身躯无动袂使，我无动我无袂使，我无这个袂使，所以这叫做肉紧的享受白着。这肉紧的享受是大南这个五项，肉紧的享受一项是牛齿的原因来发起伫遐边。第二项圣地。你看有个人，伊做好，坐仙，是完了就教伊坐仙，坐了听咧，是完了米道士隔壁咧石架，砰砰，碎呢，这里石架，个一砍啊好，还一个bomb落去还死。圣地你去了，所以扎路，伊卖好路，牛齿卖走，伊这个五项在做来，第三项什么？分段紧，你看有个人坐仙。坐落来呢，哈气头先，坐安尼款物件，你看坐落去呢，慢了过来哈气头先。第四项，我无哈气，我真正我大项，你看，但你坐落去，哎呀，他妈这个摩托车来阻拦我新车架咧，渐响，一项响，你叫做10响，来都无停。哎呀，我到落坐仙啊，这10响，所以也唔通去煞响啊，大点。唔是咧，暑假这个物件，这5项，第5项疑心，说完咯，教掉无，这边不如会上教，那边会上教，那边看教了真正赢啊！这边你教了疑心来了，有影不到，有影安尼噶，是说完咯，是算讲经嘅无听到，所以这个疑心，一点来，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牛齿嘅原因对这道路是这个5个阻碍，今panca niwarana。这panca niwarana这个5个阻碍，原因对这道路发起来，不大查看。原来这个三恶，唔是三毒是看清楚这三恶，下面是叫做三恶。下手爱规粒爱抬爱拍人，拳头无真也大粒。第2项，下手爱叩踢。第3项，爱邪淫，这个是叫做这个上古做的。嘴爱骗话。爱西抓龙珠，爱讲闲话，起身地爱乱骂人。第3项，心爱乱想，无影无食去想，唔知只靠体无啦，无人入我物件无，伊家己 happy， 唔着为了讲人入来了人体，所以这心拢中个了，所以这叫做三恶，心口业恶业。这心口业恶业就是啦，伊这个。咱则有这个5个阻碍，这5个阻碍有了，马路这个牛齿来，了这个三恶对这道路发起来，不但个跳，你看伊跳真正明，对这道路，对怎样？目睭、鼻孔这肉筋，伊无关顾，伊无控制 ，no restraint， 不但讲啊。看仔就好，仔讲啊，这个安弟来啊，这个安弟的查某囝来，仔来坐，但你看了不要紧，爱上安弟的查某囝水咯，攞伊笑是水窟咯，我都无叫我安尼做，伊讲仔，但你人这个肉紧的控制无，不但讲仔就好，看就好，仔了就仔，但你仔了个要直上。越上越久，越落3越起啦，都会水哦。我讲也未教完，伊本差不多啦，安尼啦，会啦。唔呀，你读册无？有啊，睇伊写批淡薄，好咯啦，一个收起来。所以这个物件拢总，目睭无顾，鼻孔无顾，下手无顾，这个肉筋袂晓控制，不到叫indriya samvara，无顾这个肉筋。那这个肉筋啊，未控制，对家都发起来，不大讲，安尼无 mindful， 安尼无讲正念，爱观看，
再讲看到，唔通讲看到少年查某差不多18岁，我们22岁差不多，你笑，伊唔是看，人讲看就看，看了知，甲你看了来笑，约会去了。所以这个物件 mindfulness 讲，在布达就讲 mindfulness 阿萨达三帕加那，就观无好事。那这个正念无对这道路发起来，布达个看到，哦，因哈咪讲，伊这个关心无。伊看人袂准看了，我自己看甲唔知，你捌看有个人看不错看，那正落，你头壳问题来食，伊关心无，伊关心你看关你这边，你食点啥无关，所以落的物件是食无影无食的物件，所以这个就是讲关无，但你讲不达叫讲 improper attention， 伊无 attentive 边边。attentive 讲啊，将啲安子来啊，安子坐，我工课啥物，要去旁茶啊，安子食啊安娘都食啦啊，唔知个叫话安娘食啦，就听到安娘声，啊，对安娘声真好听，那3个字，在安尼物件，了这个叫做 improper attention， 巴利话是叫ayoniso manasikara。关心唔对，关唔对，讲啊，你查某囝水，你无看伊吹水啊，虾米水？特别你看伊吹起啊，就甲了，开的是臭味，甲袂讲。但是做下半时开吹的是阿罗臭狼，欧狼啊半时，会叫我一个查某一个故事讲嘅故事，阿罗真正水，教人入厝呐，阿罗臭头毛味，人会记这故事我，阿罗臭头毛，啊，虾米水？你大家爱看啊，你买了，你叫人对，臭头毛味。所以这个就是关唔对啊。然后这个第三关，看到人就讲水，但有一个人讲你目睭真正水，来叫我嚟讲，嗱水啊，我目睭呐，我目睭去，摕出来的时看到落水，就是掺起规个面落去，阿你真正水，吹起嚟看，大人讲水。那是用那水啊搬起来啦，那我袂分为嗱，假如嗱，你讲我吹起水嗱，好你这吹起，吹起阮也来好啊，你讲我吹起安尼水唔是啊？你讲你近阵暑假，你讲你潮的时你吹起安尼水一过，啊你我无看到你吹起，我袂过热，嗱，看下我好你这吹起，一定迄个，所以这个就对，对啲道路这个关心唔对，冇得讲对相信无。无信佛活证，因为佛活证不得教咯。看到再讲看到，唔通跳起来笑；听到再讲听到，唔通跳起来笑。升地起再讲升地起，唔通跳起来笑。安尼就是不得教咯，对咯。特别你无爱对，因为你无相信佛活证，所以这个阿尤尼索曼那塞格拉对其他路发起来，不得讲对萨达无，萨达是信力无相信。这个无相信的心，对这道路发起来，不道路看跳明明，对这道路啊 ，absence of faith, hearing of not right dhamma， 因为听唔着经，真正这人乱听经，这边听那边听啊，喂，是我拢讲的无，唔使去听啦，你对我教。了故事你做物件，我睇下望你头壳，好了，无了，无事了，去了。但故事你怕你爸母还是你妹爸母还是你系毒药，互你故事别佢会结婚一人呢，无事了，无安尼款。所以就是讲啊，不大讲，这个原因对这道路听唔着经，当中的经不大经啊，写字唔通做落去未走。咁若是做落去袂走，真正一人讲，死后了我唔敢对不离心咯。我故事做唔到了，我未趁。我若做唔到了，故事我不做俾我阿嫲。我阿嫲啲思想崩晒嘅时候，我开刀嘅时候，我做俾啲。當只講地，我講參啊，或者我聽講，無但啲落地嘅，還是我拍阿嫲。也見那屬於我係落地嘅，冇得無講特行應過，冇得講是有影未走，你做惡未走了。特別你叫我特佢講一個批評，
这头讲盐甜甜，这头讲盐甜甜，这头讲盐我下啲一碗仔的水，这头讲盐我下啲水池，这一碗仔的水未食了，咸甲苦，就是讲啊，这个盐就是做恶真正济，佢个水是做好真正济，好甲恶掺落去，佢个好本未用。特别这头讲的盐，我做本是相当济恶。特别我下啲水池，水池的水真正济，水池的水就是讲艺术做好真正济，头正济了。So the way to escape is 做好济济。所以你看今日若是怎样，一个人伊做，伊讲哦，你若是做好济济，你恶无去了，无，你不是你看你一对这啊水池的水啊，你去滚干买来。看到一头中的盐道对未走的，一碗姜你去滚甲个水大，本是一头中的盐无走，特别个 dilution 无像了，佢个水果会食，无人讲盐正，所以不得介咯是安尼样咯，你人若是有做唔对，别讲无救，做好济济，就说不得讲 ，always keep on doing good， 你唔知故事你做恶就济啊。所以这边我 practice 讲好听。所以不得讲啊，龙庄对的大陆，这武器对的大陆，实在是对的啊，无听到布达达玛，无听到do布达达玛，安尼讲个无来对，有的人贪听，无贪对。所以到这边差不多7点钟，我后礼拜个刷，我甲这个8礼拜才会了。你人若是会咬捡起这个8的8日，你真老了，这个是经来人种头甲尾拆，真正免互你人看。这个几乎到了，这个故事的小姐正把的买丢进来到这个路过 practice， 未来我直直去，我直直教这些的路，安怎管啊！咱到这边为止，你人会晓来修改。将去头一个界，我讲一下大的沙度甲你人，特别我要讲慢只去啦，慢只去解决了。我甲你人讲啦，唔通讲头我来修，尾我来修，了我随做有头有尾，有头有尾无动物嘛那有好，我就有头有尾，了有香菇无你才好，做好好。会记我讲。离开世间，无半项对咱去，该对咱去，你人修好好 ，percentage high percentage， 是了 ，guarantee 天顶 ，guarantee 天顶，这个话 guarantee 不是我说话，我是算讲话，不大讲的话，你人要做是机会。假如若是做好了啊，你修改你过了改大日，你唔使惊5改8改，你过了。若是讲囝不孝无叫你来阿妈会起来食饭啦，阿妈会起来洗面啦，唔使惊。这边对开了，向边天顶了。这边有拜你饭无拜你饭，你放迄角，你向边天顶，你无食这个饭啊。所以今日你搞好好这个机会，真正大的菜去，你人今日会晓来做好，来人捡这个啊个8日的经，人捡起来听。极心的点声听这个经啊！你看后个礼拜我听，安怎平做保师，一人去天顶，一人就是做人。这边我听，有的人安怎管理天顶，有的人加天顶，这边我听白。这个叫做论藏经，我听互人看，人看了人明白。了若是你明白，把这个人修改，你人会改，人会改本无相。你听了你明白，你唔敢乱做，唔敢讲。这个所在我要大，但是我的，大概是我的，虾米我的，虾米你的。and then 人新人要来修改，你若是讲做大啲这边30年的修改，你就要做上一个阿嬷，到他就这个新人入来，啊，你这个人好，啥路啊？你今日少年家以后来做好，搞，这个你大功德。你若是讲我修改你较济过你，我有了，安怎脱离这个世间？头一项要挂这个我，所以这个物件上好看有理由。所以今日你人有修改，有听经，咱回向淡薄，这功德，这功德是真正大。
因为较大过保时哦，这个保风的把佢出世聪明啊来徛起咱回向头先啊，这idang me nyatinang hutu sukitahon 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utu sukitahon 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utu sukitahon tu nyatayo这个他妈回向就是吼，咱的亲情过往了的，他拿咱的回向吼，安公神明、甲众生、甲这个伊阮即下面禽兽，咱拢总回向个了。Etawata c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be dewa sabbe satta sab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ti siddhya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uting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uting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